洋日透早，还有一批台湾英雄返来到台湾，体操甲轻艇的选手公认回国。咱摕到当牌体操国手亚洲鸟王董家宏，伊上解咬的动作就是鸟跳。伊预告是要把这动作练好，搁较厉害，提升到鸟跳900，把这动作取名做台湾动。 伫巴黎奥运摕到男子单杠铜牌的台湾体操选手邓家宏，也甲轻艇代表队顶真侪选手切切透早回国，一日落飞机都受到热烈的欢迎。邓家宏嘛，预告未来比赛的动作会提升到鸟跳900，要甲这个动作取名叫台湾痛，用家己的名来取名。 猫跳900是真的是很恐怖的动作。那我认为全世界应该就目前来看，还是只有家宏有机会可以完成。在未来的规划是希望可以在过程中再加转一圈这样子。对，那再加转一圈最少会升个2级。 对于邓家宏摕到好成绩，教练洪树航认为，一个人的坚持是执着，一群人的坚持是文化。会当行到即阵，后壁这个团队拢真优秀。啊，毋过嘛替因讲话，讲因无头路，连讲师、专业教练都无，公开邀请总统赖清德加入团队。 跟我们共同打造这个航海王的舰队，那也希望能够让我们的后继人才们未来能够没有后顾之忧，可以一起往前走。亚洲鸟王邓家宏捌伫2018年亚运得到单杠项目的金牌，即届伫受伤了后重回赛场，第2届参加奥运。伊表示，决赛虽然无完美，啊，毋过互世界看到台湾无放弃、坚持到底的精神。感谢咱国人的支持，伊会继续努力，希望后一届比赛会当摕到金4的金牌。记者综合报道。